最近喺街行，你有冇發現香港嘅街頭好似換咗成套班底咁？以前轉角嗰間做咗20-30年嘅茶餐廳執咗，隔籬嗰間賣開雲吞麵嘅老字號又話要光榮結業。但係喺呢啲老店消失嘅同時，有一大堆你以前可能聽都未聽過，或者淨係喺深圳、廣州先見過嘅招牌，好似雨後春筍咁，一間接一間咁喺香港插旗。呢場香港飲食業嘅大洗牌嚟得真係又快又狠。2024年，我哋講緊嘅唔單止係北上消費咁簡單，而係內地嘅過江龍正式大規模南下，要喺香港呢個美食天堂分一杯羹。而喺呢一眾過江龍入面，有一間嘢嘅存在感特別強，強到你去到邊區都會見到嗰塊黃色大招牌，仲有門口嗰班喺度不斷包餃子嘅大姐，冇錯，就係袁記雲餃。好多人會問，香港人食雲吞麵食咗成個世紀，咩細蓉、大蓉，我哋仲唔熟咩？點解呢間由佛山起家，喺內地開咗成3000幾間分店嘅品牌，嚟到香港竟然可以做到平到笑之餘，仲要係咁開鋪？佢哋憑咩可以喺鋪租貴到嘔、人工高到嚇死人嘅香港，賣到30幾40蚊一碗餃子，仲要每一粒都好似乒乓波咁大？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一下袁記背後嗰套令同行都覺得心寒嘅殺人技，睇下佢哋究竟係點樣喺呢場飲食業寒冬入面做到逆市擴張，甚至徹底改寫緊香港人嘅食飯習慣。其實要講袁記，我哋要將時間撥返去2012年，嗰陣時佢哋喺廣州起家，用咗短短10幾年時間，就由一間街邊小店變成全中國最大嘅連鎖餃子店。佢哋嚟香港嘅策略好簡單，但係好有效，就係降維打擊。乜嘢叫降維打擊？即係我用一套已經喺內地磨練到極致、成本控制到極低嘅成熟系統，直接搬過嚟香港同你啲傳統小店打。你試諗下，以前香港一間雲吞麵鋪要點生存？老闆要晨咁早去街市揀蝦、揀豬肉，反到鋪頭要自己剝蝦、剁肉，仲要研究嗰個湯底要用幾多斤大地魚、蝦子去熬。呢啲全部都係錢，全部都係時間。但係袁記唔同，佢哋背後係一條極度恐怖、極度完整嘅供應鏈。你喺香港分店見到嗰啲大姐喺度包餃子，你以為係現包現賣好新鮮？係，佢哋確係現包，但係你知唔知嗰啲皮同餡係點嚟嘅？呢個就係袁記第一招殺人技，極致嘅標準化。佢哋喺內地有自己嘅中央工廠，所有嘅豬肉比例、菜嘅細碎程度、調味料嘅份量，甚至係塊餃子皮嘅厚度，全部都係由機器精準控制。呢啲餡料會透過冷鏈物流，喺2024年咁先進嘅交通網絡下，源源不絕咁由大灣區運到落嚟香港各個分店。對比起香港小店要自己去街市買散肉、買散菜，袁記大規模採購嘅成本起碼低咗3-4成。你買一斤豬肉要60蚊，佢哋買1萬斤可能只需要30蚊。呢個就係規模效應，你喺起跑線上已經輸咗俾佢。再講，你睇下袁記嘅鋪頭裝修，佢哋唔追求華麗，但係一定要有一個大大嘅玻璃窗對住條街，等啲路人見到入面有幾個大姐喺度密密包。呢個動作非常之高明。喺香港人嘅心目中，現包就等於新鮮，新鮮就等於好食。雖然啲餡係工廠出產，但係只要係喺你面前包入去，你就覺得呢碗嘢值回票價。呢種做法仲解決咗一個香港飲食業最頭痛嘅問題，揾人。喺香港，你要揾一個識得整好食雲吞、識得控制火候嘅師傅，月薪起碼要25000至3萬蚊。但係你要揾一個大姐返嚟包餃子，呢個動作只要訓練2-3日，甚至幾個鐘頭就上手。呢啲大姐嘅人工雖然都唔低，但係比起專業師傅，佢哋嘅門檻低好多，穩定性亦都高好多。而且你留意下袁記嘅鋪位選址，佢哋通常會去租嗰啲商場最核心、最貴嘅鋪位，而係中意喺民生區、街市附近揾啲轉角位，或者係人流旺嘅街鋪。佢哋嘅鋪頭通常唔大，
好多甚至只係做外賣或者得幾個位俾你坐。點解？因為佢哋要追求高坪效，即係每一尺地方都要發揮最大嘅賺錢能力。你一間茶餐廳坐喺度慢慢嘆，佢一碗餃子由落單到上台，可能只需要5分鐘。你食完就走，翻台率極高。呢度就涉及到2024年香港飲食業一個好悲哀嘅現實。以前我哋講情懷，講手藝，但係而家嘅租金同人工壓力，令到呢啲嘢變得好奢侈。元記呢種模式，其實係將飲食業工業化。佢哋賣嘅唔係一種精緻嘅美食，而係一種標準化嘅溫飽。你可能會話，元記啲嘢食落去咪又係咁，冇乜特別。但係你唔好忘記，而家香港嘅經濟環境係點樣？當大家人工唔加，但係物價係咁升嘅時候，38蚊一碗有8、9隻大餃子，仲有生菜嘅餐，對好多返工一族或者老人家嚟講，簡直係恩物。你喺隔離茶餐廳叫個乾炒牛河都要65蚊啦，仲要未必好食，仲要加多幾蚊先有凍飲。元記就係睇中咗呢個性價比嘅缺口，直接切入去。不過，如果元記淨係得平，佢未必可以做到今日咁大。佢仲有一招好陰毒嘅招數，就係產品結構。你睇下佢個餐牌，主力係水餃同雲餃，口味有成10幾種，由最經典嘅白菜豬肉、韭菜豬肉，到一啲新奇啲嘅粟米、馬蹄、冬菇，甚至係蟹黃。佢點樣做到口味咁多，但係成本又低？答案就係樂高式嘅組合。底料豬肉係一樣嘅，佢只需要根據比例加唔同嘅配菜入去，就可以變出10幾個 SKU。呢種做法令到佢嘅存貨壓力極低。你買返嚟嘅菜，如果今日賣唔晒，可以聽日再包。比起嗰啲又要準備燒味，又要準備炒粉麵，又要準備西餐嘅茶餐廳，元記嘅食材浪費率 （food waste） 係低到驚人。我哋再睇深一層，元記點解要喺呢個時間點，即係2023年、2024年咁大規模進攻香港？除咗因為內地市場飽和，要揾新嘅增長點之外，仲因為香港嘅鋪租喺疫情之後出現咗一個奇妙嘅調整。雖然一線地段仲係好貴，但係民生區嘅鋪位多咗好多空置。元記有大量嘅現金流，佢哋可以一簽就簽幾年長約，甚至係成個區域咁樣掃鋪。當一條街有3、4間元記嘅時候，你就避無可避。佢唔係要同你競爭，佢係要喺你嘅生活圈子入面建立一種心理暗示。當你唔知食乜好嘅時候，你就會諗起嗰塊黃色招牌。呢種就係連鎖品牌嘅霸道之處，佢利用規模去攤分廣告成本，利用規模去壓低供應商價格。講到呢度，我不得不提一下香港本地飲食業嘅困境。好多人話香港飲食業難做，係因為租貴、人貴。呢個係事實，但係唔係全部。最核心嘅問題係，香港好多食肆仲停留喺前店後廠嘅手工作坊模式。一個師傅負責晒所有嘢，效率低，質素亦都難以保持穩定。而元記呢啲過江龍帶嚟嘅係一套中央廚房加前線裝配嘅現代工業邏輯。你食嗰碗餃子唔係一個師傅嘅作品，而係一個精密系統嘅產出。你可以話佢冇靈魂，但係你唔可以否認佢好有效。當然，元記嘅擴張亦都引起咗好多爭議。最主要嘅就係預製菜嘅爭議。雖然元記強調佢哋係現包，但係啲餡料係由中央工廠運嚟嘅，算唔算係預製菜？喺2024年，大眾對食安嘅要求越來越高，呢種大規模長途運輸嘅餡料，點樣確保新鮮？雖然佢哋有全天候嘅監控同埋冷鏈，但係對比起本地鋪頭每日去街市買嘅鮮肉，心理上始終有一種隔閡。但係現實係殘酷嘅，當你個胃同你個荷包喺度打交嘅時候，好多人最後都會選擇荷包。30幾蚊一餐，喺2024年的香港真係好難揾。元記就係利用呢種生存成本嘅焦慮，成功喺香港紮咗根。而且你以為元記淨係想賣餃子？你太天真啦！
你睇下佢鋪頭入面，除咗有煮好嘅餃子賣，仲有生餃子、生麵賣。佢係想滲透埋你屋企個雪櫃。你放工返屋企唔想煮飯，買半斤餃子返去滾水淥熟就得。佢呢種生熟結合嘅模式，直接搶走埋街市嗰啲賣餃子皮、賣豬肉嘅生意。呢種全產業鏈嘅打法，就係我所講嘅殺人技。佢唔係喺一個點上面同你競爭，而係喺成條產業鏈上面包圍你。由採購、生產、物流、銷售，甚至係售後，佢都有一套完整嘅閉環。咁香港嘅飲食業係咪就咁玩完？我覺得未必。元記雖然平，雖然快，雖然穩定，但係佢始終取代唔到一樣嘢，就係港式味道。香港嘅雲吞麵，嗰種大地魚湯底嘅鮮味，嗰種鹼水麵嘅爽彈，嗰種皮薄如禪翼、蝦肉彈牙嘅精緻，係元記呢種大批量、標準化嘅水餃永遠做唔到嘅。問題係，我哋願唔願意為咗呢種精緻付出更高嘅代價？當一碗精緻嘅雲吞麵要賣到60蚊，甚至70蚊嘅時候，佢嘅客群就會縮窄。最後，香港嘅飲食業可能會出現一種兩極化嘅現象，一邊係好似元記咁樣，追求極致性價比、極致工業化嘅連鎖品牌，佔領大眾市場；另一邊係追求極致手藝、極致味道嘅精品小店，服務嗰班追求質素嘅食客。至於中間嗰啲，即係味道一般、環境一般、價格又唔平唔貴嘅普通茶餐廳，佢哋嘅生存空間會被壓縮得好犀利。呢場洗牌其實係一個去中間化嘅過程。我觀察到，除了元記，仲有好多內地品牌正在用類似嘅邏輯進攻香港，例如賣檸檬茶嘅、賣酸菜魚嘅、賣串串嘅，佢哋全部都帶住同樣嘅基因。強大嘅供應鏈、極高嘅標準化，仲有對成本嘅變態控制。香港飲食業嘅老牌大班，以前可能覺得自己好穩陣，但係喺呢啲互聯網思維武裝起嚟嘅過江龍面前，佢哋顯得有啲力不從心。以前做生意係靠口碑，而家做生意係靠數據同效率。你一間鋪一日賣100碗麵，佢一間鋪一日要賣1000碗，呢個量級嘅差距，決定咗邊個先有定價權。講返元記，其實佢喺香港嘅擴張，亦都反映咗一個社會現象。大家有冇發現，我哋對飲食嘅要求好似越來越低級化？我唔係話元記唔好食，而係我哋越來越習慣食呢種流水線出嚟嘅嘢。當我哋嘅生活節奏快到連坐低食碗飯都覺得奢侈嘅時候，呢種快餐化嘅餃子就變成咗最合理嘅選擇。但係我哋要諗下，當街頭巷尾全部都變成連鎖品牌，當所有嘅餃子味道都係由同一個工廠嘅配方決定，香港呢座城市嘅特色仲剩返啲乜？飲食唔單止係填飽個肚，佢仲承載住一個地方嘅文化同記憶。如果你問一個老香港人，佢記憶中嘅味道係乜，佢一定唔會同你講係元記。所以，雖然元記憑住佢嘅殺人技喺香港開到遍地開花，但係我反而希望香港嘅本土食肆可以喺呢場衝擊入面揾到新嘅出路，唔係要同人哋鬥平鬥快，因為你鬥唔贏，而係要鬥用心，鬥不可替代性。比如話，你可唔可以將你嘅湯底做到極致？你可唔可以將你嘅服務做到更有溫度？你可唔可以講好一個關於呢間鋪頭嘅故事？喺呢個物質過剩、味道趨同嘅時代，呢啲軟實力反而可能係最珍貴嘅嘢。大家去食元記嘅時候，不妨留意下嗰啲包餃子嘅大姐，雖然動作好快，但係佢哋嘅眼神通常都係好空洞嘅，因為佢哋只係機器嘅一部分。而你去到一間老字號，老闆可能會同你打聲招呼，問你今日想食乜，甚至記得你唔食蔥。呢種人與人之間嘅連結，係冷冰冰嘅供應鏈永遠提供唔到嘅。2024年係香港飲食業一個轉折點，大洗牌之後留低嘅未必係最強大嘅，但一定係最能適應環境嘅。元記嘅成功係商業邏輯嘅勝利，亦都係時代嘅選擇。但係作為消費者，我哋每一次俾錢，其實都係喺度為我哋想要嘅世界投票。
你想未來嘅香港周圍都係黃色招牌嘅玄機，定係你想保留嗰啲充滿煙火氣、充滿個性嘅本土小店？呢個問題冇標準答案，但係值得我哋每一個人去深思。總括嚟講，玄記雲餃嘅成功絕對唔係偶然，佢哋係將內地累積咗幾十萬次嘅實戰經驗濃縮成一套打法，直接空降到香港。由成本控制到店面營運，由供應鏈到心理暗示，佢哋每一招都係對準傳統飲食業嘅死穴。呢場過江龍同地頭蟲嘅較量先啱啱開始。如果你係一個創業者，玄記嘅模式好值得你學習。佢話俾你聽乜嘢叫效率即生命。如果你係一食客，玄記俾咗你一個平靚正嘅選擇，但係你都要明白，平價嘅背後係工業化嘅代價。我哋喺度睇住呢場大洗牌發生，有人歡喜有人愁。但無論點都好，香港呢個地方最勁嘅地方就係佢嘅包容性同生命力。過江龍嚟到可以發圍，本土店如果肯變通，一樣可以生存。下一次你行過玄記門口，見到嗰啲大姐喺度包餃子嘅時候，你可能會諗起我今日講嘅呢啲殺人技。呢碗餃子入面裝住嘅唔單止係肉同菜，仲有成個大時代嘅縮影。好啦，講咗咁多關於香港飲食業嘅呢場變革，你哋又有乜嘢睇法？你有冇覺得邊間本土小店值得我哋去撐？或者你覺得玄記仲有啲咩我冇提到嘅秘密？喺2024年呢個變幻莫測嘅年份，我哋唯一可以肯定嘅係味道會變，但係我哋對美食嘅追求同埋對呢座城市嘅熱愛係唔會變嘅。希望每一間用心做生意嘅食肆，無論係大品牌定係小鋪頭，都能夠喺呢場大洗牌入面揾到屬於自己嘅位置。講到最後，其實玄記呢種模式喺全世界嘅大城市都有出現緊，紐約有，倫敦有，東京都有。呢種極致效率嘅餐飲品牌，係都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嘅必然產物。香港只不過係因為地理位置同內地太近，所以呢種衝擊嚟得特別明顯，特別震撼。我記得我細個嗰陣，香港嘅街頭周圍都係推車仔賣魚蛋、賣腸粉嘅，嗰啲味道雖然唔係次次一樣，但係每一份都有嗰個檔主嘅風格。而家呢啲嘢越來越少，取而代之嘅係連鎖店嗰種絕對嘅穩定。穩定係一件好事，佢起碼保證你唔會食壞肚，保證你個預算唔會超支。但係穩定嘅代價係咪就係平庸？如果有一日全世界嘅食物都變到好似玄記咁樣，只需要幾個工廠就可以供應全人類嘅飲食，咁樣嘅世界雖然好高效，但係咪我哋真正向往嘅呢？呢個問題可能要交俾時間去解答。2025年、2026年，我相信會有更多好似玄記咁樣嘅品牌嚟香港，佢哋會帶嚟更先進嘅技術、更完善嘅系統。香港嘅飲食業正喺度經歷緊一場陣痛，陣痛之後係孽重生，定係慢慢枯萎？呢個就要睇我哋香港人自己嘅做法。我始終相信香港人係最識食嘅，我哋會欣賞玄記嘅性價比，但係我哋亦都絕對唔會忘記嗰碗有靈魂嘅細蓉。呢場大洗牌最終可能會令到香港嘅飲食層次變得更加豐富，只要我哋唔好忘本，只要我哋仲懂得點樣去品味嗰份用心。多謝大家陪我傾咗咁耐，香港飲食業嘅故事仲有排講。喺呢個大洗牌嘅年代，最緊要係保持好奇心，食多啲好嘢，對自己好啲。無論係30幾蚊嘅餃子，定係300幾蚊嘅大餐，只要食得開心，就係最好嘅美食。呢場玄記掀起嘅黃色風暴，仲會繼續吹落去。我哋一齊睇下呢個過江龍最後會將香港嘅飲食地圖畫成點樣。大家下次食餃子嘅時候，記得諗起今日我同你拆解嘅呢啲背後真相。保持清醒，保持胃口，我哋下次見。